TechCanto 第110集嚟啦！今日睇下 NASA 火星探測器報中2026智能喇叭推薦、Amazon Prime 隱藏福利同 Segway 電動單車評測。探索宇宙幾時停？ NASA 正式宣布 Maven 任務結束，失去聯絡已經6個月。跟緊火星咁耐嘅探測器，終於完成使命。太空探索從來都係馬拉松，下一站見。福企上添置聲控助手。2026 5大智能喇叭出爐，無論你係 Alexa、Siri 定 Google 迷，都有適合選擇。聲控生活由佢哋開始，挑到眼瞓，跟住自己生態圈買就啱。以為 Prime 只係免費送貨？你嘅 Prime 會員其實有26種福利未用到。大賣日前夕，快啲睇下自己錯過咗邊啲隱藏優惠啦！錢要省，福利要留足。單車太智能係好事定壞事？石貴賣印單車塞滿科技，App 保安同雷達警示都有。不過功能太多未必需要，買前要想清楚。科技唔係越多越好，夠用就啱。多謝收看呢集 TechCanto，科技世界變化快，我哋下集再見。記得訂閱同開通知，唔好錯過最新資訊。